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晚慈時事新聞報導，我係新聞報導員張子軒。我係新聞報導員羅子琳。以下報導幾則重要新聞。首先，今年2月時，台中新光3月發生氣體爆炸事故，造成多人死傷。事故發生後，警方同埋消防人員迅速趕到現場進行救援。根據目擊者表示，當時爆炸聲非常巨大，隨後整個商場內部都充滿煙霧，好多顧客同工作人員被迫疏散。事件導致5人死亡，30幾人受傷。3月時，緬甸亦發生咗一場意外，導致多人死傷。今年3月28日，緬甸發生咗一場大地震，根據香港天文台嘅分析，震級達7.6級。除咗死傷，當地嘅建築物受損情況亦相當嚴重。緬甸軍政府隨即宣布多個地區進入緊急狀態。每次天災都對當地造成巨大影響，希望將來減少啲天災，人人平安。希望傷者快啲冇事。接落嚟，我哋睇睇關於香港嘅消息。2025年財政預算案宣布，由2025至26學年起，將會取消為中小幼學生提供嘅2500蚊學生津貼。呢個政策引發咗唔少家長同埋教育人士嘅關注。部分家長表示，呢筆津貼其實對於家庭嘅經濟係一個好重要嘅幫助。政府表示呢一個決定出於財政考量，希望資源分配更有效率。3月時，另外一個引人注目嘅消息就係外賣平台戶戶送宣布撤出香港市場，運作至4月7號。呢個消息對於好多依賴外賣服務嘅消費者嚟講，無疑係一個打擊。戶戶送嘅撤出影響到好多餐廳同埋送餐員嘅生計。係啊，呢個亦反映咗香港外賣市場競爭激烈。隨住其他平台迅速發展，戶戶送考慮多項因素後，認為無法持續獲利，決定退出市場。接落嚟，我哋關注公立醫院嘅收費改革。急症室加價措施將於2026年1月1日起生效，收費將會由而家嘅180蚊提高至400蚊，但係危殆、危急嘅病人可以豁免收費。呢一個調整引起大眾嘅關注。政府表示，呢一個措施係希望市民善用醫療資源，改變求診習慣，令前線醫護有更多嘅時間去處理危殆同埋危急，仲有緊急嘅病人。部分市民同意措施，希望可以減少濫用急症室嘅情況。不過，亦有市民擔心今次加價會加重佢哋嘅經濟負擔，有需要嘅時候都未必敢去睇醫生。繼續醫療方面嘅報導，今次帶嚟一個好消息，養和醫療集團4月時獲李嘉誠基金會捐贈肝癌無創組織碎發治療系統。呢個系統使用低風險、高療效嘅方法治療肝癌病人，實在太好啦！希望將來有更多嘅新技術，可以幫助更多嘅病人。終於加人工啦！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40蚊調整至42個1。呢項政策由5一勞動節起生效。勞工處指，僱員不論係月薪、日薪、時薪、全職或係兼職等等，均受法定最低工資嘅保障。全港戲院日又返嚟啦！全港戲院喺5月10號舉辦優惠活動，當日電影票價統一為30蚊。活動吸引多名市民參與，有市民表示，優惠票價能鼓勵更多嘅市民入戲院支持港產片。如果多一啲日子舉辦戲院日，推出優惠票價就更好。接下來睇睇中國新聞，我哋有一個令人振奮嘅消息。中國神舟20號載人飛船於4月24日順利發射升空，神舟20號嘅3名航天員順利進駐中國太空站。太好啦！佢哋嘅成功係中國太空探索嘅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最後帶嚟一個悲痛嘅消息，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於4月逝世，享年88歲。來自拉丁美洲嘅方濟各係千年來首位非歐洲籍教宗，自2013年起任職。佢致力為貧苦大眾發聲，任內推動咗教會改革，試圖令傳統教會更具包容性。今日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